三六啊，来了一档个，准备拿5间个房子卖脱，加上那3女个房子，2并1，搭甚至下滩大点个地方是。没喊完，佳音就是2年前头毛头的汉子，现在是对得不是很。搿么你毛脱，便宜么毛进来也便宜个呀。哎呀，老累得了哇！谁当锻炼身体的哇？毛老累个房子再搿算，为啥第一步健身叫他搓个动？哎呀，我5间个屋里带着，南北通透，名字名位阿可姐。搿些辰光3月份早些样子。你再看看厨房间大，比蛮主要大。3男个3房间，3北个3房间，3男个大房间，一只是雷浪个大房间，阳光充足。主要太远了，而且没有楼梯。啥叫没楼梯啊？你飞上来噶？不电梯。哎，你来看一个冰箱里呢，是一个冰的室里头，还有阳台角落头一大堆垃圾，还有一只铺皮啊，那个侪是别针的群租房。哎，这套房子其实房型是蛮好的。如果能放到苏州就更好。房子苏州嘛，对不对？住了呗。阿爸，毛不脱那还别家。不能结婚用啊。搿是不来讲，一个房子人山以下，搿是太复杂个哇。男人太高做，看的是血泪。想当年读兰娘进门的辰光，只有2、3岁，新房只有68个平方米，还是30年的烂破旧。余生没子，明朝开始寻蓝钿子补课，从基本功学起。